天前我外出采药，结果暴露了。提示：不明目标接近中。我的纳戒！刺透了。这伤口的形状是他干的。嘴里好像有东西。哈哈哈！这里边肯定藏着他的独门暗器。怪不得3个月前阿七一直接临川城的任务，不是没有目的，而夏家往史家频频派弟子，也不是空穴来风啊。哎，所以我们现在的目标是要取回纳戒。啊，太难了！现在5大家族的人都想抓你呢，纳戒总比不了命重要啊。再说唐家的人也来了，抓着我非揍死我不可。师傅，还是带着我连夜逃命吧。小洋洋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可以拒绝吗？可以，不过到现在为止，还没人知道你我师徒关系。如果今晚我散出消息，说你高阳是我王胜的徒儿，我错了，师傅，我去。哼，这就对了。给你这个纳戒，还是个小极品。你那千机伞太招摇了，也不怕被人抢了，收起来。好嘞，用意念抚摸纳戒，然后对准自己想收的东西。我就说吧，纳戒很难操作。劳烦和史小姐说一声，我有些微醺，出去透透气。是。龙大夫，这是请柬。这是医馆学徒，我带着他，有个照应。啊，好，请进。分头行动。老杨，无人机测试完成。确认启动口令。王胜是你什么人？收到指令2秒后启动。确认口令。王胜是你什么人？2秒后执行指令。龙月生，龙大夫到。龙大夫，你可算来了。龙月生有礼，祝史小姐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免礼免礼。来，我给你们介绍，这是我史家门客龙大夫，他可不是一般的大夫。大夫，为何戴着个面具？龙大夫小时候不慎把脸弄伤了，面颊处有个伤疤，所以就用面具遮起来了。当真？之前我帮他寻过药，便见过那疤。惭愧，医不自医。在下唐简，有幸认识。既然龙大夫不是